本次中山市網絡名人座談會組織咗香港、廣州、深圳、佛山、成都等地網絡紅人同自媒體行業組織代表參與，共同為中山做好自媒體傳播同城市發展之招。座談會現場，自媒體代表紛紛為孫文西路步行街嘅成功出圈點讚。其實我們佛山跟中山都是鄰居，那麼我覺得兩地可以加強一些資源的這個互推，把兩地的一些線路做一些串聯，可以大家共同發力的方向，通過網絡傳播的方式去進行。第一次來中山，中午的時候我走了一下崇文西街，我覺得跟成都的包括春熙路其實是蠻像的。中山可以去利用外地的自媒體，更能向外宣傳。每個自媒體它有自己的一個領域，然後各個領域拼接起來就變成全領域的一個宣傳了。成都過來的媒體，這種嶺南文化就跟我們川蜀文化就完全不一樣。這個呢，對我們中山文化的宣傳，整個這個造勢也是能夠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的。近年嚟，中山積極發揮網絡名人喺正能量傳播同輿論引導中嘅重要作用，推動成立香山名人工作室同中山自媒體聯盟，廣泛凝聚大灣區超100名網絡名人等，深度參與深中通道通車1週年、8000萬工程3年初見成效等重大主題宣傳。其中，美麗中山等你嚟話題瀏覽量累計超過2.7億次。中山呢，亦都係一個好有文化底蘊嘅地方。我哋國家喺免簽證嘅層面咧，不斷地開放啊嘛，240小時，透過我哋嘅視頻，讓到佢哋能夠知道中山有咩好玩，有啲咩美食。咁我相信透過香港呢個市場，佢哋咪願意透過深中通道咁樣過嚟咯。本台記者陳超明、林澤偉報導。